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一间大型的海运公司万海航运，一台货柜船望春轮，昨伫个印度西岸咧航行的时阵，导火爆炸，船顶22个船员有4个人失踪，其中2个是台湾人。外交部今仔日讲，会提供船员必要的协助，同时追踪搜救的进度。讲失事的这个海域2礼拜前才会出代志，讲当地即摆是吹西南风，海况真无稳定，恐惊会增加救援的困难度。大火乌烟车到万海营运的望春轮，伫印度西岸航行时，火烧船搁兼爆炸，船长遂下令所有人弃船逃生。控制袂住的火烧到半暝，船顶有22个船员，大部分是台湾人。事故造成5个人受伤，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，而且有4个船员失踪，其中有2个人是台湾人。除了向当事的船员以及家属表达关怀之外，也将配合万海航运提供必要的协助，包括后续的行政事宜、船员的临时安置，以及医疗服务，以及后续返回台湾的相关情形。失事地点离印度北部的港78海里，属于科勒拉邦外海，有40个货柜嘛，因为安尼落落海。是讲这毋是头一摆，半个月前，一台挂利比亚国旗的货柜船嘛伫遮并船，船顶643个货柜，有73个货柜落落海，下落不明。即马万海事故有台湾人失联，敢会当成功甲救起来，各界拢真关心。海象或者是气候不好。那你要有，比方说，更好的一个救援工具比方说船舶也好，设备啊等等，去做人员的施救。海象很湍急，那可能会流到哪里等等，这些都会影响到了。当地正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，气象无稳定，变化真紧。大量货柜落落海，再加上这个火一直炭，嘛好救人的行动加真困难。若是讲船顶有化学品流出来，甚至有可能对失踪者带来二次的伤害。只毋望讲因拢会当平安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